分燈掛夜宵，花月笑相邀，影下見青衫，照面暗香嬌。這是一首情感細膩、畫面感極強的現代古典風格五言絕句。全詩通過分燈、花月、青衫、暗香等經典意象，描繪了一場深夜幽會或浪漫邂逅的唯美場景，流露出男女戀情初見時的怦然心動與含蓄羞澀。分燈掛夜宵，點明時間與環境，夜幕低垂，分燈營造出一種朦朧、溫馨且帶有一絲神秘感的氛圍。這盞燈既是環境的照明，也像是在靜靜守候着接下來要發生的故事。花月笑相邀，採用擬人手法，將花與月賦予人的情感。一個哨字，一個幽字，把原本靜止的夜景寫活了。這不僅是良辰美景的自然發出邀請，更是男女主角心中喜悅與期待的投射。此時此景，正是談情說愛、浪漫相聚的最佳時刻。影下見青衫，主角登場。青衫在古典文學中多代指文雅的書生、俊朗的男子。這裡寫影下見，不直接寫人，而是先看到影子或隱約的身形，增添了視覺上的朦朧美與期待感。照面暗香嬌，全詩的高潮與定格。照面是目光的對視，靈魂的觸碰；暗香暗喻女子的體香或氣質，化用暗香浮動的典故，顯得高級且含蓄。嬌字則精準，刻畫出女子在心上人面前那種既歡喜又帶住幾分羞澀、嬌柔的動人姿態。全詩藝術賞析，短短20字，融合了視覺、分燈、月色、青衫、聽覺與心理、笑相邀、嗅覺、暗香以及觸覺與情感，叫讓讀者彷彿身臨其境，能呼吸到那夜的香氣，感受到那份心跳，情景交湧。這首詩的妙處在於景即是情，花月的笑正是人心的笑，暗香的嬌正是女子的嬌。全詩沒有一個愛字，卻透過花、月、燈、香三的交織，將一場深夜邂逅的甜蜜與浪漫描寫得淋漓盡致。